哇！翻嚟到頻道哥，我哋今日嚟玩個吃世界遊戲，吃世界嘅遊戲。我哋呢個地圖加咗個巨型地圖先，咁就可以玩到呢個咧多人係可以互相殘殺嘅遊戲。好簡單，互相殘殺係一個咧單雙面嘅暴力，放肆又唔係單方面暴力嚇，啲人毫無客氣嘅，所以快啲食多啲嚟發育。我點樣你哋話？飛得好，我救啦，救我！气死老曾了，我气住你了，先吃点东西发育一下。我黑你，我快要吃，有鱼食噶，那敌人他这个勇敢丢。那必须那必须这有灵打我头，手势打我头哈，灵活指挥，就。快点来！我走吧。投递不成18秒。我只要慢慢的吃完这棵树，让我真把它后死。别是他，这就是我。那不是刚我冇惡意嘅小朋友，點解而家天使寶寶嚟攻擊我嘅天使寶寶？你天使大寶，天使大寶恨你死啊！讓我貼圖過來，我就會挨嘛。我要死啊！兩個個都痛到死咗咯，有咁大咁滯我哋呢棵樹下，唔得啦！我有邊樹大人係一老人就是係啲老人真係我啲肚先係差咗少少啦，佢都係表。敢动是吧？臭死了哈！免费尸体最好吃，吃完之后来保湿吃。哇塞，那我你看到，那必须，
呢？因為食飽就換地圖係好啊！好聽，好中意你都。我睇下先食呢棵樹，大家我幫你試下樹嘅味道啊！死咯，好老土嘅味，就這打死我絕對冇對手。我呢啲打死你絕對又冇對手。我快啲發入天呀！我靠！你而家努力咗太晒啦，發又冇乜感覺。要慢慢吃點土啊！我只慢慢的有。我呢層戰略咯，你咁啱我行咗冇多啲，我操！我看你傻傻，不要过来，你快走过来！吃多點這是羊包的，你打我真係，好渣呀！綠巨人，小巨人，你做乜人喺度屙食嘢？又屙食，還是個他，絕對我想到就係一定得。個人中食女生地公食嘅人真係非常攻擊我操！我操！不要炸成植物人吧！我到先我去公，那必須公牛，所以反擊眼真在這。啲努力長身喺度啦，長唔聽下長慢慢，睇下呢個間日間。我又沒想到我這個頭，我去很長，要上樓去。你如果走，我真看不到你長的，好像這種。快这样子走，半个理由能够找我哇！
我不打这么简单，我们追他，别打，危险！吃了毁灭吧，赶紧！化成植物人了，然后这个吃，努力吃，那，你这薯条还真不错，你别过来，拜拜。等一下可以先走一步，36计走为缩小那计。给人家砸死了，给人家打死，小小老弟砸死了。我操，海绵宝宝，反正能吃，我操，被烤卡了，我成了植物人了，我咋就成了植物人了？让我先死一下，哇，我打死了！我们累积，他是气死没了宝宝，所以我要慢慢吃东西，慢慢的发育。哇，好大这个玩意，我的吸管的，我人超很多不给我的，要多给我们这，哇，这玩意吃不了，只能慢慢吃土了，虫了，虫到人吃土。知道吗？你拆不了，我就把人家那楼梯，那有那必须给我拆成，我拆你咋地？人努力先吃下土，那给吃大我了，那吃300应该就能吃。我们隔空球啊，隔空球，下上個你開咗小龍啫嘛，拎下下我嚟食咁嘅啫，對咗地球，只要俾食空嘅啫，其實好容易啫喎，點解自己食個龍腿？我看公園嚟食，我睇下開門，我開破，是慢慢的努力吃，哇塞！啊，我操，又破到，都得，那必须我好像 ，no，开门一下，那必须是外挂，我討厭開門，呢地方呢個屋咧設地方得唔到啱唔啱？呢啲人冇識得嘅，呢啲人咧如果這個，但係我也識得，開門啦哈，翻到 home， 我就真係不成，慢慢查這玩意係，真不錯，啊，但係肚冇呢個好食。好嘅一層呢個，頭上，講你頭上我哇，開門，美麗巴拉，要慢慢的那种，记得掏空的，噼里啪啦，这才勉强吃个底线啊，
开门啊！开门！看起来最好吃。哇，真是臭啊！过来！我咋了？我又砸了我门！3仔鐘，30蛙咩？唉，睇呢個幾可能俾人封住，我今日就話正義嚟我今日話正義嚟拆開佢呢個，一日但係就想拆開呢棵樹，真係呢個好食，一定要擺上頭但係未中，我仲係掉咗住。時間過去，是我只是我嘅這咁少棵樹，邊個救邊個食啫？係咪嚟㗎？哇！呢個咩啊？俾我頭一大用嘅樹冬雞，哇！呢棵樹大好多。OK， 我就食呢。樹唔好走啊！冇事嘅。嚟個空氣嘛，我吃了乜嘢？我不吃這些土，所以我要把你這個拆了。哇塞，拆完了，再拆，什麼一下子？你搞喺度做，所以我真係慢慢開始一掉手，我就可以無限掉落去，就食呢個，太加明嘅，翻開我，煩死呀！一般每次都老實點，老實的把人家殺了。哇塞，看這有小玩意，好難吃啊！哇塞，你看，充電寶啲神，唔係充電寶 EASO 096。竟然咁矮嘅地方，搞得個位咁垃圾啊！我哋幫你拆咗佢，拆啊！呢啲係，哇係喎，有間屋今日係食膠，我食呢個頭啊嘛。你開始你開我先。反向關愛。你別高興。反正下次好多定開大啲啊，一大開就對啦。明明可好食，仲有紅蘿蔔，我今日係嚟素食愛好者嚟喂，你紅蘿蔔係紅蘿蔔，你可能都知道，我一定知道係你佢哋唔中意食開，因為就低仔話知俾我食嘅。OK， 我哋一齊食，唔中意食紅蘿蔔，就一煮。我仲人哋又係一定好感謝我，睇咗對呢棵細樹啊，呢棵細樹可能營養不良啦，呢種個咧碌咗起嚟，就係你起嗰時，咪想拆，但係我冇錢拆開，我就剛才就幫就開咗碌，所以打開唔怪知道，我要咩行動嘅我幫你，我幫你解釋你唔好咁多，我而家一個月都冇咁辛苦，仲變光禿咗，唔知啲樹通常都可以讓我有一個草去反住，最初我特登幫佢掹喺邊一個咧，如果佢哋都唔知道一棵樹，救命！有事，我一定要打開一下，人都要幫我攞去食啊！我邊食佢，一度跳上嚟，我真係就慢慢咁食啊！睇呢間係營養最充足嘅，你重新咗之後，
想吃點土啊，好重啊！現在啲小樹咁啱啱，我睇大樹好熟啫，食啲小樹算啦。現在你不好，哇！你個餐廳，首先大樹，用我自裁攻擊，我太聰明啦，我就可以幫人哋。我將啲光頭樹食咗，我自己食光頭樹，樹嘅，廣告牌，清理廣告牌開始，因為係幫人做嘢嘅嘢，再將佢廣告牌拆咗去廢，我有不實嗰啲廣告牌，拆咗啲廣告牌真係唔收錢唔得，最啱好我中意食嘅光頭蒜數，有一個杜擺蒜，你打開個車放開，唔開俾我開場俾我，努力吃，努力吃。人哋都，你睇人哋呢一個人都冇，你做咩？你哋咪浪費開我嘅代表，讓我不驚扮主自豪。我這就會拆咗這個，我拆咗20個的，一頓真好食，就食。我跟扮主子，人哋咁樣收銀機，人哋窮到都用老電子手機，我今日幫再幫拆埋佢，太好耐。人哋有個爛咗嘅垃圾，唔要我幫清理下，因邊個過度清理？低肉，OK 個味，太好啦！實在太暈，仲有爆車胎，又爆車胎，啱至好。要慢慢咁努力咁食啊！有咩奇怪？哇！發生關啊！有咩故事啊？我知故啦。吃之後，我嘅夢想已經俾拆爛咗，咁跳我叫人哋教佢，你幾好，唔到我安唔到，我今日就幫正常安到開咗，一陣我睇團隊太熱心啦，因為我啲咩我同事太熱心，幫佢起咗張台，我唔知嗰個係貧窮屋企人，我幫佢拆咗，佢免費拆，太高啦，棵樹都係幾慘，你啲屋樹啊，都係幾好，我接幫佢一嘢掉去，邊個？我知道老闆真係少嘢，我剛才有冇真？我有冇真係食咗？一個人我食咗，長大下仲嘅，銀行我話平，其實我係個偷嘢，我拆嘢小偷。首先我要幫人呢個車拆咗，人哋用啲嘢喺度橋俾我啲殺嗰啲魚幾衰。我今日橋我應該係維護正義。真係呢個橋打啦，揮！咁我次過唔到今日嘅挑戰，我上次劍橋，咁過去，爺，喂，爺邊有事喎？
但如果大家都睇我呢個咩係咧你就點讚過觀看次數過啊嘛，點讚就講話我即刻出下一期。我白緊咗咋？用緊落嚟啦，好啊！今日咁多陳腸，做咩？哦，貧窮家庭連門都開唔到，同埋間屋咁喺佢哋又咪俾人擺車激死我啊！我就幫你解決咗啲傷住佢，啲傷住係用嗰塊，因為而家就特登咧係我拆咗佢，今日啱啱揾到黃嘅資金之後，人打俾我，然之後話咧係我朋友啦，然後我叫我嚟屋企清理一啲貨，原來咁嘅意思。紅珊珊的背杆杆是彈板板，彈板板，都在吃戲了。問他們，每次的戲裡面都有紅珊珊的背杆杆。我真大膽啊！要嘢，受死啦！你大膽少，你大膽我車去打你咪唔過分吧？睇下點唔過分？我操！這好恐怖啊！這噩夢般。要不關機。怎麼是同父母人都帶動？大佬來帶一下我吧，我剛出生，沒啥，等你們吃一下你們。我頭先我食嗰啲咁多嘢白食啦，你俾你黃巴拉骷髏食晒我身體嘅。少咗一隻補償，嚟搵食多嘢先。來豬咧，大咗個程度就食人呢個係我最夢嘅。仲有車食喎，哇！死都砸爛咗兩隻，突然之間我一擦爛咗你，就食佢飲。就要買又要清理廣告，清理廣告時間到，我唔係清理廣告嘅，幹嘛清呢個？一打爛就得咯，真費勁。紅珊珊的背杆杆是彈板板，冇廣告嚟噶，老闆又好感激我咧，真肉掉咗佢。個紅什麼？紅珊珊的背杆杆，彈板板。一直很動我，就估唔到人啦。紅珊珊的背杆杆，彈板板，彈板板。仲幫人去擦。真人。我就是唱那個的藍洋洋，一個沒想到，快樂像飛了。的紅珊珊的背杆杆，絕望是彈板板。開門，我就將個大人咩？你就將佢掉喺身上，我自贏啊！的紅珊珊的背杆杆，彈板板，彈板板，紅珊珊的背杆杆。你可以給你看那個。我真不知道。紅珊珊的背杆杆，彈板板。
哈哈，我又来了，我给，我死啊！我这，快吃啊！快吃！吃完好休好，睡觉，吃完睡觉。我先溜了，再打我笨蛋！哎呀，你打中，快打你咋子？哎，灵活住！根本竟然也打不到了，因为我是死人了。快死来呀！快醒来！红闪闪的白干干，吃完炭板板，白干干，吃完也打不到。红闪闪的白干干，吃完炭板板。看人的红，我这努力的慢慢的吃，小人通到，小人通太悲，然後我原來呢個小人通我唔知，我決定我今日我知我對食咗係呢度幾多佬跌咗住我係，我做空我都俾踩喂，開門啦，先做個反正就我就對我差點就把我給卡死了，我現在是吃個小屋，喵，幹嘛啊？剛才他不是幹飯店嗎？是吧？死了吧！沒想到我會是人心邪惡的吃完睡覺。我看你他廟，真不是我看你他廟，我看你這溜他廟這個上次把我剛剛他吃我了，然後這輩子。犧牲一下他沒問題。奧利給搞裏頭，牛逼體搞裏頭，三噴大師搞裏頭。如果你中意我呢類嘅視頻呢，咁就點讚過3000，必出下期。我是真的小熊，接下期來看，拜拜。